咱我来看嘉义县布袋碧沙街一当前道路拓宽，虽然当街仔路是翻新，佮加真大条，毋过有的厝体煞因为道路敢若剩一堵壁，甚至有的佮变作纪念地。但是阵有艺术的人才来彩绘这块壁挡，嘛带动新的景致就来到庄内。你啊，所以就迄葱仔节，迄葱仔节。这鸡卵都个真真的呢。讲到以前的代志，社区阿嬷有讲袂出来故事。艺术团体甲社区过去历史创作真济艺术空间。袂歹，安那讲袂歹？较好啦，大家都在开讲。大家啊来这运动，会看了感觉哦，这条路真正无共款哦，真正真水。嘉义县布袋镇碧沙街，进前路要改较宽咧，结果有的厝贴啊只敢若剩一堵壁。艺术家团体就利用一寡烂山地，规划做新的休闲空间。进前的旧厝咯，哩啦啦咯啦，安尼拢落雨啊，安尼乌。啊，即马咧？啊，即马画安尼起来擦擦的，有较水啦。他那个轻松，个比较多人来看，人家走到路上他就照相。用1年的时间调查地方的历史，用8个主题呈现布袋戏港的戏业、在地人文历史，高配合落尾故事馆，规条路拢是在地的故事。碧沙街它的主题就是延续光复之后的这个时代，也就是我们的那个1950年到1970年代这一段期间，在这边生活的布袋的人，他们的这个小时候的生活的回忆。这间团队讲，民众来布袋大部分拢是去戏市场或者是关大会教堂，其实伫咧社区内嘛有真侪在地物件通看。因甲社区伫这个月28日办活动，结合地方的文化甲创意，甲大家介绍布袋的在地文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